Train Gordon 帶你哋去成都睇熊貓。其實我一場去到成都都睇唔到啊，因為夜晚喺 Ralph Bar 飲得太開心。你知唔知美國名牌 Ralph Lauren 喺成都有間酒吧，係全球唯一嘅 Ralph Bar。無論你係 Polo fan 定係普通酒客，都極度推薦你哋嚟，因為佢哋嘅美式 classic 好出色，仲有全成都最好食嘅 burger， 同埋打卡一流嘅露台。Ralph Bar 喺成都太古里入面 ，Ralph Lauren 鋪頭樓上嘅酒吧，上到嚟超似去咗美國西部咁，好多同馬相關嘅擺設。呢度 cocktail 都係以美式 classic 為基礎，加上 Ralph 嘅美國西部故事，飲完都好似發咗個美國夢咁啊！我先試呢杯 High Meadow 雲中牧場，一杯落咗大黃同榛子嘅 Ramos Gin Fizz。佢好滑啊，但係其實好清爽，有啲nutty 嘅味。佢嗰個 Ramos Gin Fizz 好飲。我超爆推介，仲有呢杯 Frontier Oak 真火，呢杯 Old Fashion Twist 沖完之後會燒下塊木箭。哇！呢個好香啊！哦，呢個 Old Fashion 係好濃烈嘅，即係煙燻味，佢唔係好甜佢嘅 bourbon 應該係比較煙燻味比較重，好飲。呢杯 Whispering Pie 松梅禮讚就好適合中意 fruity 嘅朋友。佢用紅桑子同櫻桃酒配上白蘭地同蜂蜜，最特別係加咗松針。呢個佢個紅莓味真係好濃，都幾好飲。Mountain Mule 山野雷子一睇就知係杯 Moscow Mule， 但佢係用 tequila 加上薰衣草藍莓糖漿，最後加啲薑啤。哇！呢個好好飲喎，佢啲藍莓味好香，我中意。最後要介紹埋呢度嘅 burger， 超大份加上超多肉汁，睇下朋友食完個樣幾滿足就知啦。